来看罢免大战，罢免大战，即马当这国民党战斗内领袖赵少康，互人压了讲7月26迄一天，伊无要去投票，讲已经安排好啊，要去东非游览看动物的大迁徙。面对这个争议一直拖，赵少康出面回应讲，这个行程已经取消啊。我在这边郑重跟大家宣布，我不会去东非。7月26号，我会留在台湾。 去投票。正式开记者会宣布，7月26日会留伫台湾，因为战斗内带头赵少康，互媒体压了要去东非旅游看动物搬耍，无要去罢免投票。那作家颜定亚就评论，哪样会当见贤思齐。严哲雅是我很喜欢的作家，大家见贤思齐去投，不同意罢免。我们之前就有研判，说罢免的投票会在什么时候？想过来想过去，翻过来翻过去，应该是在8月3号。 因为7月26号有一个很重要的选举，726、727，叫做护理师高考。像罢免投票日期的这种推算，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问题。与其去看非洲的这个动物迁徙，还不如来看看台湾现在国会跟民意迁徙的这个生态。消息压出，赵少康的行程就随改变，为东非旅游变做留伫台湾。那户籍伫咧大安区，就会当替罗志强加一张无同意票。除了感谢真是非常感动赵大哥也是大安区的选民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感动，那感动很难用言语来形容。那赵少康也许他本来就设计好这一出戏，他本来就不去了，但是这叫做欲拒还迎啊。赵少康无拿亚东公职的身份，不过真做战斗内带头，可能是真有力，就惊敏感的时机会影响到军心。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